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今集會同大家介紹盟友組嘅隊伍，由 SP 孫旭、程旭同埋孫柔組成。如果大家 SP 國家同埋賈許冇紅到，可以考慮呢一個組合。今季有自軍嘅情況之下，程旭嘅技能發動可以提升10%，加埋太平道法嘅11%，同埋孫柔嘅13%，可以去到大概69%。程旭癲起上嚟，輸出去有2萬幾。喺自軍加持嘅情況之下，呢一隊可以去到9分以上，接近 T0 嘅水平。而冇自軍嘅話，大概會有 T1 嘅水準。睇戰報，呢一隊打黃馬槍、SP 貂蟬嘅離月弓，同埋對戰翻富貴騎都有力一戰。而打速攻隊嘅時候就差啲。如果對手多冇紅槍嘅話 ，SP 孫旭就要調速度快過對方嘅月鷹。最後有戰報俾大家參考翻。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